你好，我係 Doris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0月24日嘅香港資金流分析。以下資訊係由彭偉新提供。過去一個星期，恒生指數收報26,160點，全星期上升913點，升幅達到3.6%。指數喺週內波動比較大，高位去到26,367點，低位探至25,592點，波幅達775點。資金流方面，開市競價時段有3個交易日錄得淨流入，2個交易日錄得淨流出，全星期淨流入40.2億港元。收市競價時段就有2日淨流入，3日淨流出，全星期淨流入50.5億港元。整體嚟講，恒指一星期共錄得90.7億港元資金流入，比前一星期嘅139.2億港元少咗48.5億港元，降幅大約35%，亦低過過去5星期嘅平均值126.3億港元。反映資金流入動力略為放慢，不過恒指整體表現仍然穩健，市場情緒依然偏向正面。恒指成分股當中有65隻股份錄得升幅，14隻下跌，升跌比係4.6:1，顯示市場整體偏強。升幅超過5%嘅股份有17隻，升幅介乎3%至5%嘅有18隻，跌幅超過5%嘅只有1隻，而跌幅介乎3%至5%嘅有3隻。中芯國際00981以15.8%嘅升幅領漲，創科實業00669以10.7%緊隨其後。相反，普普馬特09992跌幅最大，達16.3%。石藥集團01093排第二，下跌9.9%。資金流方面，有76隻股份錄得淨流入，總額116.4億港元；12隻股份錄得淨流出，總額25.73億港元，流入流出比係4.5:1。小米集團01810同騰訊控股00700分別錄得11億同10.7億港元淨流入，而中國神華01088同友邦保險01299就分別流出7億同6.6億港元。整體嚟睇，成分股資金流向偏強。喺恒指成分股之中，10大資金流入股份喺競價時段一共錄得56.98億港元流入，而10大資金流出股份就錄得25.54億港元流出，流入流出比係2.23:1，顯示資金流入動力仍然較強。估值分佈方面，有26隻股份佔31.7%進入強勢區，6隻佔7.3%處於潛力區，39隻佔47.6%位於高估值區，8隻佔9.8%跌入弱勢區。整體嚟講，接近一半成分股喺高估值區，反映市場對部分股份追捧熱度較高，但弱勢區股份比例較低，顯示市場整體情緒仍然偏樂觀。雖然高估值可能會帶嚟一定回調風險。國企指數收報9364點，全星期上升352點，升幅3.9%，波幅292點，高位9436點，低位9144點。資金流方面，開市競價時段錄得29.5億港元淨流入，收市競價時段錄得44.6億港元淨流入，全星期總淨流入73.9億港元，比前一星期嘅114.7億港元少咗40.8億港元，略低過5星期平均值78.7億港元。科技指數收報6060點，全星期上升300點，升幅5.2%，波幅297點，高位6115點，低位5818點。科技指數全星期錄得47.1億港元淨流入，比前一星期嘅71.3億港元少咗24.2億港元，但高過5星期平均值42.4億港元，上升11.1%。兩大指數都錄得資金淨流入，其中科技指數表現尤其突出，反映市場對科技板塊信心比較強。